這回連假高雄恐龍科樂園，全高雄是有真濟所在展示大型的恐龍，都請真濟大人囡仔去看。不過，卻嘛有人安尼伸手烏白網，甚至是爬起來徛，造成恐龍受損。另外，昨下晡高雄的孔氏針頭，有這病仔去互風架起來喊着人，加在傷勢無介嚴重。徛佇恐龍邊仔，民眾去拍恐龍，也有家長抱囡仔挖進去網，也有人掠恐龍的尾溜一直害。另外一邊恐龍也有民眾亂摸，電視片的身體甚至也出現毀損。這寡無站在的行為，互工作人員真無用，因為真濟現場早都採廣告，請民眾唔通亂摸。是大眾大家來看的，所以說如果摸壞，大家可能就沒辦法來參觀這樣。就是大家可能保持一點距離，然後拍照啊，這樣就好了。啊，大人嘛順個機會啊，囡仔大人啊。啊！就小可講要帶孫仔來，結果家己嘛真愛看啊。車是早起去現場，也是有民眾伸手去摸，只是較大型的燈具已經圍起來，避免民眾傷挖緊。那我們這邊也呼籲各位熱心的朋友們，我們就是來拍照、排隊拍照。那我們現場呢，加派工作人員呢，一起來維持秩序，讓大家有更好的遊玩的體驗。市府表示，已經加派工作人員維護秩序，只是開幕頭一日發生活動體驗區的布棚互風吹倒，也逮着民眾。工作人員隨圍起嚟扶起互風吹倒的布棚，其他工作人員也為着手骨受傷的查甫囡仔處理傷勢。氣象署初三下晝針對高雄發布強風特報，親像風勢傷大，互布棚倒去，造成兩個學童加一個大人去掃掉。我們就保護完以後，小朋友還是有被他擦傷。啊，這個帳篷原本是什麼遊戲的？室內遊戲。市府文化局表示，主辦單位已經事先加重布棚的沙包，也是因為這個風勢造成布棚掀起來，現場已經即時予因簡單的醫療處置，目前攏無大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